好啦，卖急啊！江徐师姐，什么代志？拄啊吼，一阵因我爱催我哦，太煞开光明顶催我伊的。恁表妹敢会变做空死来干掠？应该不会的。表兄妹，伊人真善良，应该袂害咱啦。也不过，拄啊迄阵吼诶，偌恐怖，你敢知？我廖准哦是真诶鬼来的，无猜哦，我安尼困了好好安尼，惊一个醒起来。哎，困了好好对呀。啊。困了好哈！迄小弟对面甲你交代啊，讲叫你吼，爱我甲这公民厅顾好，袂用个变大，袂用个拄久的，你好敢困？我讲哦，这公民厅哦，若是有花气，到时哦，这小弟店哦，因着拢伫咧地府内面，无法度转来，上尾啊，因都变做鬼来掠你。真诶哦。吞袂食死，暗去公民厅顾好。哦，是。来去。哦，这摆是安怎？哪会安尼？这你都唔捌，这叫做电力不足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啊，唔是啦，我意思是讲啊，阮迄个鼻青，你打喷嚏，你要拍甲球啊？你拍甲球，我替你拍就好啊吼。拍球，吹，跳，好啊。好啊，袂抢，5、6、9后诶。当然咯，你想讲，敢毋是照好做？这是讲哦，这小弟等年来即摆落去地府无，毋知找到阮咧表叔的玉华啊袂哩。罗汉爷，地狱门本来就是黑暗世界，我看你们还是速速返回人间吧。我点要见玉华？玉华！住口！地府之中，岂容你如此放肆？有啊，这是江大人的官区的呢，大声细声咧话来话去，赶紧来求情者哈。江大人，我求你带我来王师城见玉华，我点要求伊原谅我，只要伊来肯原谅我马上就转去阳世间，绝对袂过来搅了你。是啊，江大人，你看阮洪大夫吼，哭到遮艰苦，求到遮诚心，你着同情伊啦吼。回想我啊，也替伊啊，大家甲你求情啦哈。罗汉爷，千万不可如此。也罢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去，那我就陪你们走一遭吧。多谢江大人，多谢江大人。起来，江大人，多谢。你们跟着我，随我来吧。哎，师弟啊，你咪走到完呢？你算咩无啊啦？哎，师弟啊！好你刚才即马停啊！你也无吼，这线是无够吼，我全爱陪因落去地府佚佗啊！是啊，杜水师姐啊，你伫地府拄着表妹玉华袂？你若拄着吼，你赶紧转来啊！无吼，我才陪着死人哦，足恐怖的。鬼无出来，这煞变妖怪煞！哎呦！臭鬼想，赶紧甲我讲，小姐恁到底走倒？啊若无，我就将你拆食吧。这个吼，阮拢唔知影，拢唔知影。是啊，阮杜水师姐伊玉华来无影去武装，阮哪知会行踪嘞吼？你无要讲啥？好，我就将恁吞落，看迄个臭姐恁，我倒来甲你叫。哎，小等呢？小等呢？你莫冲动，莫冲动哦！我拄则吼，
真详细考虑过了，我决定要甲你讲哦，迄小姐店即摆去倒位啊啦？来，敢是如这啊？恁两个遐无顾道伊，安尼出袂到这事情咧。到底是捌啥？迄种嘛是西子馆头着，咱应该性命高调。到时喏，咱这个找机会，甲伊。多谢，敢是如这，我甲你请上一课，谢谢。也袂免讲啦。小姐在里头，去讲。小姐店吼，伊即摆已经落去地府啊啦。落去地府。你当作我是3岁囡仔？小姐店活跳跳，要哪有可能伫咧地府？啊，伊就是活跳跳安尼，袂输敢咱活跳下要去倒就去倒啊。所以吼，伊即摆已经落去地府啊。遐毋是吼，你看，那个迄公平顶，花用线，莫非这个小姐店真是走去地府？啊啦，对啦，嘿，迄小姐店吼，即摆已经落去地府啊啦。你若毋信吼，你听我落去地府甲看卖啊，吼。爱去笑。哪会安尼？我才无咧讲。地府是死路一条，有去无回。我若是落去袂当通转来，我毋是自找死路。如今，叫迄个小姐店，永远都无法度通转来。你即摆意思是？公明顶。公明顶。这点啊，这点，光明顶失去，花用线转去。我看你只有留喺地府迄个黑暗的世界，永远拢唔免转来。你阁笑会出来哦？恁师妹病人嘛伫下骹的。你讲啥？白灵想到伫地府？因为伊有人性啊。毋是啦，我毋是讲你无人性啦。啊，你本来就无人性啊，因为你是精神嘛。啊，精神若无人性吼，伊就你找死！我找死就找死啦，无是免怎？我跟你讲吼，我即摆所有亲戚500吼，大家拢落去地府啊啦。我落去吼，加较闹热啦。而且我相信吼，伊也袂放我耍点。来啊，来啊！我偏偏不爱抬你。哦，我要来看卖啊，白灵是毋是伫咧地府？不行，你要跳回。头回收，头袂开啦。除非你唔惊出个大货回收，当做两过。安尼唔通，安尼唔通。你安尼是咧做啥物啦？我要落来去地府。假使讲白灵啊，真是伫咧遐，我就能将伊带倒转来。哦，啊，就加安尼尔。啊，安尼你嘛想下嘛啦。你甲看卖，迄人阮师弟吼，用迄个较细条仔，啊，你一个这条遮大条，啊那，无你当作即摆咧绑牛哦，啊？是啊，你甲我敢是说当做是牛哦？对啊，我好啊，恁两个说话家己好好。我若是无法度通转来，恁两个免想要我。要求重诶，啊，即摆要安怎咧？即摆我知影要安怎，我咧。原来你是狐狸。狐狸要安怎？狐狸是无安怎，但是狐狸竟然要人性，就较稀奇啊！
你免讲遐尼侪废话啦，你甲我掠来遐是要创啥？你毋是讲要见老玉华？我会用个，互你两个人见面。真是的哦，真多谢你。我有条件，什么条件？我每天镇守往死城内，非常的无聊，所以我希望你留落来，永远甲我作伴。爱我永远留落来，做袂到。做袂到，那呢我就唔放你走，相信你也走袂去。安怎？你也想好清楚哦。有情，我心在苦，我着甲减一半，我免两个会做对的。不如我先答应你，去你玉华，我才做拍算。怎样？你拄仔毋是讲过，你若无要放我走，我嘛无法度离开。啊，你烦恼啥？你即摆带我去看玉华好无？可以，我带你去。哎呦！罗汉爷，你怎么撞到我的尾椎了？你不是有光明灯指引的吗？怎么忽然灭了？害我刹不住车呀！歹势，一定是我吼，迄背书兄甲三笔星吼，顾迄光明灯，顾甲叫火气都唔知影，该害你打东啊打袂了，歹势。咱这今麦是要安怎？紧啦，无要紧啦，这地角内底本来黑暗暗嘛，咱着暗暗找啦。但是这四月的黑暗嘛，咱是要得找玉华嘞。这没关系，我有一颗夜明宝珠，用它呢帮你们开开眼，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地狱里面的一切。哦，嘿，耶，好亮啊！比迄1000只的电火也搁较强。我看到地角的景象啊，玉华今麦到底是对，圣正，咱唔要紧来找伊。你的娘子就在里面。那呢，咱即摆就赶忙开开，趁我即摆。慢着，这王死城内冤鬼很多，由于有很多的鬼都是很不甘愿死的，万一我们打开了汪死城，这些鬼都会跑出来扰乱人世间啦。啊，若是安尼，是安怎样？我这有一根打鬼棒，专门用来打鬼的。如果有什么鬼不听话的话，我就用这根打鬼棒打他们，把他们呢魂魄打散，让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所以在地府之中呢，很多的鬼都很怕我，因为我有这根打鬼棒。那呢，非常之好，好的非常啊！你会当把这支打鬼棒借回收我，我入来内底小我威风一下。不行，这根打鬼棒是玉帝亲自赐予下官，我怎么可以随便借给你呢？万一让玉帝知道，他会降罪于我的，而且前程不保啊！江大人呐，这回想我咧做代志以后吼，拢有分寸啦，绝对袂让你添麻烦啦。如果你今仔日甲我斗帮助呢，你讲你有代志，我嘛尽心甲你斗帮助，你看安怎？这好吧，我就把这根打鬼棒借给你。可是啊，我不能陪你们进去，免得那些鬼说闲话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无用做你，我就有这支就好。嘛，毋是啦，你无用做，去好困。那你们就好自为之了。如果你们在危急之时，你们就高举着这个打鬼棒，口念“打狗看主人”我是说打鬼看主人，那我就会出来帮你们啦。多谢江大人，多谢江大人。不客气。即马咱有这支打狗棒，挺好你来去咯。圣正，来来，给你来。哎呦呦呦！想不到这地
夫啊，这尔兴啊，连这门都主动问啊。番头，啊，你张大人，看这是安怎做，安怎装的？啊，这个技术早点用干，互咱用干，赶紧得了这个新凋零。小姐啊，咱赶紧来找药王。哦对吼，咱刚好一支迄时间，赶紧找恁家啊，无我真正袂当等。什么叫做残忍？凡间的人杀人抢劫，欺负良家妇女，谋财害命，不是比这更加残忍？来这受罪刑的人，拢是在凡间有罪之人，天理昭昭，地理算账，做歹代志的人，不是唔报，是死心未道。假说，讲啊，这么济道理，参像你这恶鬼，当时才会。哎呀，大黄昏老玉华！哎，玉华，李姑娘是你，玉华，李姑娘，你哪变成安尼啦？我变哪拢无要紧，只是你赖伫遮。伊是为着你，所以专工落地府来找你。为着我，李姑娘，你我安尼做实在是无价值，你还是赶紧转去，赶紧人赶紧转去。你分批我无早走，我绝对袂离开遮。啊，毋过，啊，你是毋是会当家身躯顶物件摕掉？可以。才乖乖，赶紧走。什么？有人闹地府？请你赶紧转来，请你赶紧转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请你赶紧转来，请你赶紧转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我甲你讲哦，莫讲我无甲你警告哦。如果你若搁阻挡我去路者，我就无客气哦。啊！王大，什么人甲闯进地府？又搁是你这个恶鬼？原来是你。为什么你来这要创什么？明知故问，我是来找老玉华。为怎样有这么多人要找老玉华呢？若照你安尼讲起来，迄别人就已经来到遮去啊。哼，莫问这么多，为什么？我有甲你考劝，你既然天堂有路你唔去，地下无门你闯进来。无门，这规路拢自动门，什么叫无门啊？我拄想要甲你问讲，这个门到底是安怎装的？想要甲怎么用干的？看我，欺人太甚啊！人，明明家己都是鬼，偏要讲做是人啊！你实在是真恶心的，天你有咩怀疑？